聖經申命記30章第3節，那時耶和華你的神必憐恤你，救回你這被擄的子民。耶和華你的神要回轉過來，從分散你到的萬民中將你招聚回來。呢度係俾我哋見到摩西另外一個嘅預言，以色列人進入到迦南地唔聽話，最終個結果係會被擄到去外邦。但呢個神嘅應許話，時候到嘅時候，神要憐恤佢哋，救回佢哋嘅被擄嘅子民，從各地將萬民中招聚翻嚟。求主幫助我哋，呢個預言果然係應驗噶。佢哋唔聽話，被巴比倫擄去，但係在呢個被擄期間70年滿咗之後，神將佢哋招聚回來。到末日，神會將以色列人從世界各地都召聚回到以色列。求主幫助我哋，神嘅應許係絕對可信可靠嘅，佢必定會憐恤我哋，幫助我哋。我係鄧英善牧師。